Hello，你係咪照顧者或者護老者啊？你有冇試過要幫長者去醫院攞藥呢？雖然今日科技發達，好多預約登記都可以電子化，但係就未必每一個長者都識得用智能手機，使用醫院管理局 HA 高嘅藥物送遞服務。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幫佢哋去醫院攞藥，但係又冇經驗嘅話，呢條片就係為你而設㗎啦。今次會以一個95歲嘅伯伯作為參考例子。佢最近入過醫院接受治療，出院之後醫院就出咗一張免診領藥單，通知佢要喺指定嘅日期返醫院攞藥。單憑一張紙，如果你唔了解攞藥嘅流程可能會唔知點做㗎。唔使擔心，今次我會手把手同你同步了解實際嘅運作。首先就請注意領藥單嘅下方係有攞藥時間。請你喺合適嘅時間裏面去醫院攞藥。你可能會問，喂，有人同我講門診部就寫咗取藥時間差唔多係24小時服務，只係凌晨3點至4點先至休息。但係都請你確保安全，跟翻領藥單嘅時間去攞藥，避免爭拗。如果領藥單上面冇指明時間限制，咁我都同意你可以跟門診部嘅取藥時間去攞藥嘅。今次嘅例子出門之前我就必須要帶備伯伯嘅身份證，因為攞藥嘅時候醫院係需要核對病人嘅身份。我就必須要講得出伯伯個名啦、住址或者身份證號碼，方便職員核實伯伯嘅身份。所以到醫院之前，我就必須要具備1領藥單、2伯伯嘅身份證。之後就喺指定嘅時間之內去醫院攞藥啦。明愛醫院嘅藥房就喺懷明樓嘅 LG1，LG 就即係 lower ground 啦。亦即係地面往地庫再落一層，出 lift 之後請留意天花或者牆上面嘅指示牌，向藥房嘅方向行。揾到藥房之後第一件事，請你將領藥單交俾2號窗嘅交單處。請你等一陣，職員就會俾你一張藥籌貼紙，上面會有領藥編號。而今次我嘅籌號係60號。呢個時候請你揾一個座位安靜咁坐低，耐心等候，並且留意大電視即時顯示嘅籌號輪候情況。呢個時候我就發現自己嘅籌號得2個 number， 但係大電視會顯示一啲籌號係有4個 number 嘅。點解呢？會唔會有問題㗎？唔使緊張。事情係咁樣嘅，特快籌號就係由1號去到1999號，而一般籌號就係由2001號去到4999號。如果你發現你嘅籌號係1999之前即係代表你只係攞一種藥物，所以你係特快籌號，等候嘅時間就大約係20分鐘。而如果你嘅籌號係2001之後咁就代表你攞嘅藥物係2種或者以上，所以你就係屬於一般籌號，而等候嘅時間都會較長嘅。到你可以攞藥嘅時候除咗會聽到粵語廣播，大電視亦都會同時顯示你嘅籌號同埋喺邊一個窗口攞藥。呢個時候你先至好出去排隊輪候去指定嘅窗口。攞藥嘅時候請你講出病人嘅名同埋佢身份證嘅編號作為證明，之後就可以攞到藥，完成任務㗎啦。你可以將藥物帶返去俾你嘅病人服用啦。最後提供多一個小貼士俾你啊。由於處理每一張藥單嘅時間都唔一樣，所以如果你喺電視機上面見到攞藥編號已經超出咗你手上面嗰個籌號30個或者以上你就可以出去排隊去8號窗嗰度查詢啦。以今次嘅例子為例，
我手上面嘅籌號呢，就係60，屬於特快嘅籌號。如果等候超過20分鐘，而喺電視上面又見到90號或者之後嘅籌號呢，你就可以出去排隊喺8號窗查詢幾時有藥攞㗎啦。好啦，今日嘅分享呢就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或者呢其他有需要嘅人。拜拜。